新闻一开始，咱先来关心家人节福洋266号的渔船啊，昨昏伫日本 MB 大岛附近的海域，那像有违法的情形，去互日本的水产厅公务船处理，甲台湾籍的船长甲机轮长带走。经过渔业署、外交部甲日本交涉，船主汇保释金过去了后，船长等人是已经平安放回来啊。家人籍的福洋266号渔船，伫日本安美大岛附近海域，差不多偏甲苏东北边288海里，即破线外1.5海里，互日本水产厅公务船处理。海巡署得到报案了后，马上调派南投南去，渔业署透过驻日本代表处进行了解。经过我们渔业署的协调，驻日代表的协调，已经跟当地驻港办事处已经协调了。才花600万零6千，一切都是平安的。我的经济海域，我摆听，嘛是甲伊重叠啊，对不对？嘛咱老卖我尔，1.6海里，1.5海里而已。台日友好，我哪知啊？你问你回啊，你无回钱，歹放人啊，歹放船啊。伊就看到我的汇款单，看到钱，才要放船放。福洋266号6月25为家人巴岛出港作业，船顶有2个台籍船员，6个印尼籍的船员。家人批评讲，过去也捌去过被靠船的海域作业，拢无代志，唔知为什么即摆就出代志啊？足侪像经济海域的重叠的问题，这边怎讲？像咱个菲律宾是咪拢经济海域拢重叠？靠伊个靠啊是嘛是爱自己讲啊，无业界啊。经过协助，船主交保释金606,000一票，佮由驻福冈办事处人员代为担保了后，船长甲船员提早放出来，等于渔船继续掠鱼。记者综合报道。